哇！哇！好緊張啊！今日，今日係最後一場。Hello， 大家好，我係姜濤，歡迎嚟到姜濤嘅第二個個人演唱會嘅最後一場。呢9場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旅程，亦都係再次好感恩有呢一個機會，有呢一個舞台，可以俾我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一啲心得，我自己對於人生嘅一啲睇法，亦都好感恩呢一個舞台呢9日陪伴咗我咁耐，我亦都好感恩所有嘅人，你哋無論係第一次過嚟睇又好，定係睇咗幾多晚都好，都衷心多謝你哋每一位，因為有你哋我先至有呢個機會多謝。咁係錄影場。同組講若干年後，如果我唔喺呢一行嘅話，睇翻 DVD， 你哋每一位都會喺個 DVD 度。今日係㗎，係幾緊張。前幾日講真都冇咁緊張嘅，真係到咗最後喺度。前幾日都好緊張嘅，但係今日特別緊張，因為始終係最後一場。我哋佈置咗咁耐嘅設計啊、舞台啊、音樂，今日都係最後一次做喺呢個舞台上，所以特別珍惜喺台上面嘅每一分每一秒。咁嚟緊呢一首歌，亦都係我第一次參與作曲啦，係咯。咁亦都係我呢半年對自己嘅一啲心聲，亦都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透過呢一首歌揾到你哋同自己和解嘅一個方法。Thank you。轉一圈可會轉出快樂？轉多圈可會轉出錯覺？真理線轉一閃閃發光，我會掀起世間罪惡。越何方，倒映一片淡黃，緣起那方，黑暗中走失。圈中對望，夢過的、恨過的、遇過的，再接力，恨笑和恨笑，尋生與生互播野。在這端，在那端，在轉圈中，卻只得一個我，多孤單這存在已死。轉一圈可會轉出故事，轉多圈可會轉出勵志，真理線轉出種種意思，可會相識卻不願意，是何方渡過一瞬別忘，就那方黑暗中找生與愁，圈中仰望。夢過的、恨過的、遇過的，再接力，恨笑和恨笑，尋生與生互播野。在那端，在圈中，卻只得一個我在與我追逐角力，剩下寂寞在原生。進進退退也同等，一邊鬆開一邊拉緊，天使跟魔鬼最合群，我保衛着天真的心，剩下寂寞又重生，笑過喊過再重生，做對的做錯的，遇見中不能自放縱
着只可死心。